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香港教練文化協會嘅副會長 Anthony 鄭志強，亦都係教練之心呢個 YouTube 頻道節目嘅策劃同埋主持人。好高興啦，我哋繼續同阿 Thomas 喺度即係呢個對談交流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寶貴嘅學習嘅經驗啊。咁今一集咧，我哋想探討一下就係即係一對新人，佢哋即係準備長相廝守，一生白頭到老。咁其實就好似做一個即係去一個旅行之前嘅準備咁樣，好似呢樣嘅比喻。咁其實即係去一個長啲嘅旅行，都需要做事前嘅準備，做財政嘅預算，做物資嘅採購，同埋可能都會即係喺旅程上面有風風雨雨，唔同嘅天氣環境咁樣。咁呢個比喻，即係如果套用喺婚前準備，其實有冇相類似或者係更加即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樣咧？可以咁話啦，好多出邊坊間嘅人咧，有好多時講，我哋都好多時都同啲客人咁講嘅，結婚咧，婚禮咧就係只係一日嘅啫，婚宴只不過係一晚嘅啫。咁但係婚姻咧就係一生一世嘅啦，係好長嘅時間。咁我哋呢個婚前準備嘅服務咧，就係幫助一對準新人啦，就佢哋去增進了解，去溝通。佢哋日後咧用完呢個服務之後咧，佢哋都會 further 都會繼續去，大家去願意去再去傾談，去解決唔同嘅難題嘅。啊，相信即係婚前準備有準備，絕對係好過冇準備嘅。咁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有做婚前準備嘅學習教育或者輔導，同冇做婚前準備嘅教育學習輔導，喺嗰個婚姻嘅穩定性或者係即係衝突嘅處理等等嘅安排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好顯著嘅分別？可以有兩方面同大家分享啦。第一方面咧就係數據上嘅分享啦。咁就係外國有好多 research 咧，都已經出咗個 report 出嚟，就係話一對夫婦如果佢有接受婚前輔導或者係婚前準備嘅服務嘅話咧，同埋佢係喺教會裏邊結婚，同埋佢哋係雙方面好多時都會一齊去祈禱，同埋去教會參加嘅禮儀嘅夫婦咧，佢哋嘅離婚率咧係非常之低嘅。咁當然啦，如果冇用過呢啲服務，冇做過呢啲行為嘅離婚率咧就會高好多。咁另外一方面就點同大家分享咧，就係話用過呢啲服務嘅夫婦咧，佢哋嘅離婚率咧係真係會降低咗好多嘅，因為有好多夫婦用咗呢個服務，即使佢係婚後有衝突、嗌交，甚至乎咧另外一方咧想離家出走、想鬧離婚，但係佢諗翻你當時咧見到啲 visual aids 嘅時候咧，佢會回想翻用我哋呢個嘅服務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嘅經歷，咁所以佢哋咧就願意取消咗離婚嘅念頭啦，願意就唔離家出走留翻你屋企嘅，咁同對方就修和翻嘅。OK， 即係話婚前準備所做嘅一啲嘅功課，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未來嘅想像、憧憬等等，都係會做一個好好嘅提醒，或者甚至係一個即係好好嘅救生圈咁樣。冇錯啊！咁會唔會都可以再同我哋補充一下？其實即係婚前準備嗰個具體嘅內容係一次性啊，定還是係幾節啦，定還是係即係點樣嘅安排嚟嘅咧？好啊，咁婚前課程、婚前服務呢個準備咧，就係個面見嘅時間咧，我哋total會成個服務咧會見3次面嘅，即係3個 section 啦。即係你講係婚前準備係啦，即係出邊坊間講嘅婚前輔導啊，咁就係我哋會見3次面啦，3個 section 啦，每個 section 會係2小時嘅啊。咁當然啦，睇落total 6個鐘頭咧，哇，好似好多咁，但係有好多客人用完之後咧就覺得唔夠添嘛。就我曾經都試過咧，如果有啲客人咧就問我可唔可以加多一堂，即係見第4次面嘅。咁當然呢個情況咧就
唔係太多啦。咁一般嚟講咧，6個小時咧都相當之夠用嘅。喺結婚之前，即係用一啲嘅時間去做一啲準備，可以減省咗日後嘅好不必要嘅矛盾衝突。係，OK。咁同埋其實可能喺探討嘅過程之中，就再發掘到其他一啲即係過去有忽略者嘅題目都唔奇。咁其實即係仲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補充一下？可以咁講啦，因為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咧過去一啲嘅個案啦。咁有一啲嘅客人咧用完呢個服務之後咧，佢哋嗰個溝通咧，因為溝通嘅議題多咗啊，佢哋想溝通清楚啲先至結婚啊。咁佢哋會押後個分期。哦，押後分期，即係佢哋都會結婚，係，只不過咧就傾多啲，傾深入啲，有攞到多啲嘅共識，大家溝通得好啲啦。咁大家和諧啲咁去結婚。咁有啲咧就會擱置，呢個就比較少啲擱置，即係同暫且唔結婚住啦，我哋溝通得好啲先。咁有好少部分嘅客人咧就分咗手，唔結婚，直頭分手。但係咧呢個咧，我哋就反而覺得係好事。點解啊？因為總好過佢哋唔用呢個服務，就咁多佢哋雙方咁多嘅衝突，帶住呢個衝突去結婚，結咗婚之後嘅離婚，總好過咁樣。即係戀愛嘅時間有時係盲目嘅，咁即係能夠好理性充分咁思考過，咁先至去開始走呢一條路。即係婚姻嘅路，比起即係勉強係明知，即係當然係明知要知啦。咁所以我諗聽落去係即係婚前嘅準備會可以提高一對即係熱戀之中嘅情侶，佢哋可以有一個即係理性清晰嘅評估咁樣。係啊，可以咁講啦，因為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就係話結得婚嘅話，梗係唔想離婚啦。咁用咗呢個服務係真係幫到手咯。即係嗰個準備嘅程度係咪已經準備好？如果未準備好嘅，佢稍後即係可以有個勇氣，同埋係即係一個共識，可以去即係推遲個婚期，都係一個即係好難得嘅安排。係啊，即係佢哋有勇氣做呢個咁嘅決定。因為呢個婚前準備嘅服務咧，就係幫助嗰對準新人，係最主要大家嘅溝通嘛。因為見完6個小時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鼓勵嗰對準新人咧，佢哋繼續以後都會繼續去溝通嘅，繼續去傾嘅。因為有好多議題咧，好可能咧6個小時方面就傾唔晒嘅，甚至乎佢哋未傾到嘅共識嘅。但係佢哋了解多咗啦，認識咗對方，原來佢嘅睇法係咁，我嘅睇法係咁，大家有差異嘅。咁啊，佢哋去接受呢個差異，咁帶住落去咧，係繼續去溝通嘅。即係俾大家啲重新整理、重新準備，去更加好似頭先開始嘅時候講，即係一個婚姻嘅旅程，即係喺婚姻旅程，希望係一個愉快、開心、經得起風雨嘅即係關係嘅時候，即係之前嗰個準備係好重要。旅程開始咗，會有啲咩突發事情發生？會唔會有黑雨打風？大家都唔知道。咁但係黑雨打風嚟嘅時候，我哋係咪已經即係有呢個覺知，同埋有呢個即係適當嘅準備？可能會受傷都唔奇，喺啲突發嘅事情。咁但係喺個突發事情，我哋唔能夠控制嘅天氣之下，即係都可以做好準備嘅話，咁我諗係好難得寶貴嘅，即係促進關係嘅一個部分。係啊，因為我哋都可以咁講啦，即係有成個婚姻、成個人生嘅過程咧，都有少少劇透俾對方知嘅。例如話俾佢知，可能遇到有黑雨、紅雨、黃雨嘅，咁到時你點準備咧？你點睇咧呢樣嘢？咁問翻對方，因為喺個每一次嘅見面嘅時間咧，我哋都鼓勵他人咧兩個坐得近啲嘅，就唔係話
我做輔導員，我問咗佢，佢望咗我答，嗯我都會鼓勵佢，你望住對方講啦，嗯或者拖住對方隻手嚟講啦，我哋好鼓勵呢樣嘢嘅。啊咁係見到咧，每一對家人咧，一次比一次見面咧，佢哋兩個咧係親密咗嘅，係兩個溝通係好咗嘅。聽落嚟咧，其實係即係好有深度啊！因為即係記翻起我20年前咁上下啦，咁結婚嘅時候，會有睇一啲即係婚前要安排嘅嘢，咁但係主要都係婚禮啊、過大禮啊、一啲即係邀請嘅安排啦咁樣。咁亦都有輕輕提過一啲即係溝通衝突啊、信任啊、財政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都係好淺層，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好皮毛嘅提醒咯。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就係話，如果係有個婚前嘅準備嘅時候，可以探討得更深入一啲，亦都做一啲即係心理上或者係實際上嘅準備。咁可能會更加即係可以有一個好嘅即係結果，或者好嘅過程。好，咁喺呢度，即係我哋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即係交流一下婚前準備同埋其他嘅部分。好啊， OK， 好，多謝晒 Thomas。好啊，唔好客氣。